呢位朋友，睇到呢度，你每日去超市買嘢，係咪都以為自己買緊健康？你以為買緊養生粉、純果汁、特級初榨橄欖油係對身體好？點知隨時越食越肥，血糖仲飆到似坐過山車。今日我就同大家揭開超市最常見嘅5大偽健康食物陷阱。聽完之後，記得即刻去睇吓你屋企個廚房同雪櫃。第一大陷阱：一沖即飲嘅養生粉同速食麥片。好多朋友，特別係人到中年或者家中有長者，上了年紀就開始注重養生。去到超市見到一罐罐包裝好靚嘅紅豆、薏米粉、黑芝麻糊，或者寫住高纖維、低膽固醇嘅速食麥片，就覺得呢啲一定係好嘢，買返去當早餐或者減肥餐。但大家知唔知道，真正對身體好，可以幫手穩定血糖嘅麥片，係需要放喺煲入面，老老實實煮夠15分鐘以上嗰種粗糧。而超市嗰啲一沖就變糊狀嘅粉末，已經經過咗幾十道加工手續。廠家為了令口感好食、入口順滑，喺加工嘅時候將最精華、最有營養嘅麩皮同胚芽全部移除，反而往入面加咗大量嘅精製白糖、奶精同各式各樣嘅香料。如果你每日飲一碗呢啲甜滋滋嘅養生粉，你食落肚嘅根本唔係纖維素，而係一堆結構已經被破壞晒嘅澱粉同糖分。呢種粉末嘅升糖速度極之驚人。如果家中有血糖不平穩嘅老人家，飲完之後血糖就會好似坐過山車咁直線飆升，完全起唔到保養作用，反而加重身體負擔。下次買嘅時候一定要揀需要生煮嘅，千萬唔好偷懶去買一沖即飲嘅甜粉。第二大陷阱：濃縮果汁同乳酸飲料。第二種係每個家庭嘅雪櫃基本上都有嘅嘢，就係果汁同酸奶飲料。逛超市嘅時候，飲品櫃經常擺滿寫住100%純果汁、無加糖、富含維他命嘅產品。好多家長帶小朋友出街，覺得汽水有防腐劑唔健康，就買蘋果汁或者橙汁俾小朋友飲，以為多飲2盒都冇所謂。其實呢個係最大嘅糖分陷阱。市面上好多所謂嘅純果汁，大部分都係用濃縮果汁勾兌出來嘅。工廠將水果榨汁之後，為了方便儲存同運輸，會用高溫將水分蒸發，等運到目的地之後，再加返同等比例嘅水。喺高溫過程入面，水果最珍貴嘅維他命已經被破壞得七七八八。而且就算你買嘅係真正即榨嘅純果汁，都不建議飲咁多。一個正常人如果叫你一次過食3個大蘋果，你肯定飽到食唔落，因為蘋果入面有大量嘅果肉同膳食纖維。但如果將呢3個蘋果榨成一杯水，膳食纖維全部被過濾走，剩下的全部係糖分。你幾秒鐘飲完一杯，完全唔覺得飽，但你已經喺幾秒鐘內將3個蘋果嘅糖分一次過吞落肚。呢啲糖分會直接送到你嘅肝臟，肝臟一下子處理唔嚟，唯一的辦法就係將佢哋全部變成脂肪儲存起來。呢個就係點解依家好多20-30歲嘅年輕人平時唔飲酒，去驗身卻發現有中度甚至重度脂肪肝嘅原因。想食水果就用嘴去咬，千萬唔好用飲果汁代替食水果。第三大陷阱：用錯方法嘅特級初榨橄欖油。第三種係大家天天都要用，而且極之容易買錯嘅嘢，就係食油。大家買油嘅時候，肯定聽過專家話植物油比動物油健康，仲大力推薦橄欖油。於是好多主婦去超市，看到寫住英文價錢貴一貴嘅特級初榨橄欖油，就算嫌貴都忍痛買一瓶返屋企炒菜。呢度有2個大誤區。第一，超市入面好多寫住橄欖油嘅產品，如果你仔細睇成分表，會發現入面可能只用了5%或者10%嘅橄欖油，其餘全部係大豆油或者菜籽油混合出嚟嘅調和油。廠家只係喺度玩文字遊戲。第二，亦係最致命嘅問題，真正的特級初榨橄欖油係用低溫機械壓榨出來嘅，煙點非常低，通常只有160度到180度左右。而我們港式煮食習慣大火爆炒或者煎魚，鑊入面嘅溫度隨隨便便都會超過200度。當你將一瓶咁貴嘅初榨橄欖油倒落燒紅嘅鑊入面，由於溫度遠超極限，呢瓶油會喺一瞬間發生化學反應，所有好的營養成分被高溫破壞，唔單止仲會產生大量有害物質。初榨橄欖油只適合用嚟做涼拌菜，或者等菜炒好起鑊之後淋喺上面加風味。如果你習慣了大火爆炒，請去買花生油或者玉米油呢啲高煙點嘅油，唔好盲目追求高價而用錯方法。第四大陷阱：重口味嘅風味堅果。喺超市嘅零食區，我們經常看到一罐罐包裝精美嘅堅果，寫住每日1包，補充營養。堅果本身確實係好嘢，如果你買嘅係最天然、冇經過任何加工嘅原味堅果，每日食少少對身體非常有益。
但問題係，超市賣得最好的通常唔係口感比較乾嘅原味堅果，而係鹽、焗腰果、琥珀、核桃或者麻辣花生。呢啲堅果之所以咁好食，係因為喺製作過程入面加入了大量嘅鹽、白糖以及各式各樣嘅植物油，甚至係直接用油炸出來嘅。你以為自己喺度食堅果養生，其實你係食緊一堆裹滿砂糖同香精嘅高熱量油炸物。一個40-50歲唔點做運動嘅中年人，每日食2把呢啲風味堅果，用唔到1個月，體重同血壓肯定明顯上升。更需要注意嘅係，堅果如果保存唔當，非常容易變質。一些不講信用的廠家，如果用咗唔新鮮，甚至開始發霉嘅堅果做原料，為了遮掩那股變質嘅怪味，就會特意加入很重的調味料。你食嘅時候覺得甜甜辣辣好正，其實可能已經將發霉產生嘅毒素食咗落肚。所以買堅果一定要返去背面看配料表，成分越簡單越好，最好只有堅果本身。第5大陷阱：染色加料嘅假全麥麵包。最後一種，亦係最具欺騙性、最容易令人放鬆警惕嘅產品，就係全麥麵包。相信很多人去麵包店，看到外表黑漆漆、表面有粗糙麥麩嘅麵包，寫住全麥健康，買返去當早餐，覺得食咗唔會發胖。如果你隨手拎一袋普通嘅全麥麵包，睇睇背後嘅配料表，你會發現一個大秘密。配料表排喺第1位嘅依然係小麥粉或者精製麵粉，而真正的全麥粉可能只佔咗5%或者10%，甚至有些牌子根本冇加全麥粉。廠家只需要喺普通白麵粉入面加入少許烘焙過嘅麩皮，再加少許焦糖色素或者糖漿，就可以將一個白麵粉包染成健康的深色。真正的全麥粉做出來嘅麵包，口感其實非常粗糙，甚至帶點苦澀。廠家為了令麵包變得鬆軟好食，就會往入面加入大量嘅植物油、牛油以及白糖。結果你買返嚟嘅全麥麵包，裏面的脂肪同糖分含量比普通白麵粉包仲要高。真正好的全麥麵包，配料表入面全麥粉嘅含量一定要排喺第1位，而且含量最好要超過50%。如果買唔到你，仲不如直接食普通白麵包，然後自己配點炒青菜或者食隻蛋，補充纖維同蛋白質。總結：食得明白，食得健康。今日同大家盤點咗呢5種超市最常見嘅偽健康食物。喺呢個時代，我們想追求健康，真的唔能只睇包裝上面寫嘅幾行大字口號，嗰啲都係廠家為了吸引你買而寫嘅宣傳語。只有學會睇包裝背後嘅成分表同營養標籤，才可以見到最真實嘅成分。想身體好，最穩妥嘅辦法依然係食完整的食物，少食加工食品，多去街市買新鮮嘅魚、新鮮嘅蔬菜同肉類，用最簡單嘅方法去煮。想食水果就親手削個蘋果，想食麥片就老老實實買。需要自己煮嘅粗糧，雖然可能會花多10幾分鐘時間，但呢個先係真正對自己同家人嘅身體負責。聽完今日嘅內容之後，大家返到屋企記得做2件事。第一，現在就去打開廚房櫃同雪櫃，將我今日講嘅呢5樣嘢拿出來對證一下。如果發現配料表加咗密密麻麻嘅添加劑同糖，以後就唔好再買。第二，下次去超市買嘢，喺放進購物車之前，養成睇配料表嘅習慣。如果排喺前3位嘅係白砂糖、植物油或者精製麵粉，你就知道呢件嘢其實唔健康。希望今日嘅分享可以幫到大家，以後買嘢留多個心眼。如果你覺得呢啲資訊有用，記得動動手指轉發俾你最關心嘅親戚同朋友，大家一齊食得明白，食得健康。